面对明年台南400档的历史，市府文化局回顾市长黄伟哲伫就任5档内，多项文化的建设甲展演，对市立总图书馆、左镇、山上等园区的艺体文化建设，以及艺术扎根、良家乐町等等节、艺术禁区等，总共吸引将近850万人次来参加，而且还阁得到国内外真侪奖项的肯定。拢将成为明年迎接台南400重要的思考政策。台南市对这个文化建设的这种软硬体的努力，在过去黄伟哲市长5年的任期当中，当然是花了很多的资源跟心力啦。我上重要的是讲，安迪这个铺陈怎么去面对明年的台南400。我感觉真重要的是，在这个我们的文化的工作上面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怎么让这类民众参与。让市民觉得这类文化活动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活动。虽然那文化活动在定义是按在克鲁迪的37区的平衡，或者是讲，这个文化活动如何邀请市民一起参加，这个是很重要的精神。所以明年台南400，我们为什么会提出一起台南这样的口号？其实是考虑到这个问题。另外一个世界交杯，就是讲台南这个过去就是一个台湾甲世界交流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的窗口。真侪人会来台南嘛。所以过去的历史是安尼，未来伫未来一年的台南400年要安怎这个让台南跟国际的交流更加的频繁。我想这是黄伟哲市长在承续过去5年的任期之后，那明年的文化工作、文化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过去文化成果除了是市府推动市政发展重要的里程，明年台南400文化局嘛将带领整个城市大步来向前，对深井文化、平行南北、甲文化平权等核心来出发，希望甲全体市民共同迈出后一个400档的愿景。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